大家好啊！啱啱睇完譚前輩嘅一個視頻啊，忍唔住又要噏下。嗱，講起投資呢，我個人係放長線派，唔玩即日先嘅。我中意睇啲基本嘢，就好似行業啊同科技發展嘅趨勢、經濟增長嘅潛力，睇下未來3-5年有冇水位。譚生嗰套投機嘅哲學呢，就比較似睇餸食飯，成日望住過往業績同埋即時表現嚟做決定。今次譚生嘅片段搞到我忍唔住拍個片嚟噏啲嘢，純粹係拋個西瓜引個菠蘿，歡迎大家嚟插旗或者係贈兩句啊！嗱，講到美國經濟嘅基本面呢，而家全球嘅分析師包括鬼佬自己都笑緊嘅現象，就話成個嘅美股嘅市場好似食咗 AI 迷幻藥咁樣，個個幻想 AI 會令到美國經濟升仙，又話大幅減成本，又話暴增收入，搞到啲公司瘋狂掟錢買 AI 設備，結果呢，連 AI 一哥OpenAI 嗱佢未上市㗎，都要舉手認低位，話最快都要2030年先至可能賺到錢。嗱，而家呢，95%嘅 AI 公司都係燒緊錢，係賺唔到錢嘅。最搞笑嘅，你講開 AI 啊，最搞笑就係 AI 呢，就成日呢係發開口夢，佢答唔出問題嘅時候呢，就會信心爆棚，就老作答案。嗰啲 output 呢，成日有5%至10%係古靈精怪嘅錯誤，又講到似層層，好有信心，搞到呢啲人呢要請翻呢人肉執手尾。鬼佬呢叫呢啲就做幻覺 hallucination 就好聽啲，其實係老作，係佢哋係 train 到佢老作嘅。AI 之父最近呢都忍唔住就吐槽啦，佢話而家呢啲嘅叫大型語言模型啊，咪即係上網抄功課，再估下一隻字係乜？呢條路呢，你點行極都唔會變出人類級嘅智慧嘅，即係行錯路嘅。你繼續使錢落去呢，都係冇用嘅。好啦，最近呢仲傳出AI 巨頭要請翻啲人去改 AI 嘅寫碼。咁因為呢啲嘅 coding 漏洞多過瑞士芝士，即係簡單講。AI 嘅實用性同大家當初嘅幻想呢，差成條街咁遠。仲有最近呢嗰單大家都有聽到3000億嘅音樂椅 Circular Trade 嘅金融遊戲，輝達、OpenAI、甲骨文幾間嘢互相投資，左袋入右袋，睇到人眼都花。國際金融界已經開始皺晒眉頭㗎啦，有人計過條數，話天價 AI 芯片好似就嚟變成電子垃圾，但係 AI 又賺唔到錢，咁樣燒銀紙法，盤數點見得人啊？仲有嗰啲折舊費，仲大鑊過國泰飛機餐。有好多人都唔知唔知道，我另外有條片講緊就係嗰啲 AI 嗰啲芯片3-5年就話要換，咁你嗰度嗰個折舊費係點樣搞呢？好啦，仲未計 AI 同數據中心嘅食電食到嚇死人嘅。美國仲話邊度有咁多電呢？結果政府居然呢就要走翻轉頭，狂用石化燃料發電，真係環保就變咗環保。嗱，總括嚟講咧 ，AI 而家咧就似足2000年嘅科網泡沫2.0加強版，分別都在於今次嘅泡泡咧就大過天啊！係，如果爆起上嚟，恐怕連1929年嘅經濟大蕭條都要企埋一邊。好啦，如果你有人踩 AI 或中國 AI、中國經濟，好啦，講翻中國嘅 AI 發展。最近政府出道話咗溫馨提示，國內嘅 AI 產業唔可以再用輝達嘅最新嘅 H200嘅芯片。H200嘅芯片除咗教學同埋測試用途之外，因為國內嘅產能已經夠晒自己使，仲要警惕話美國嘅設備可能裝咗後門。
所有嘅政府部門要逐步同美國設備講拜拜。呢套連環拳打落嚟，輝達同美國 AI 巨頭基本上係可以同中國市場唱分手快樂啦。再加埋 AI 泡沫隨時爆煲，同美股嘅已經係遲咗10年嘅調整，真係喊都無謂。呢個唔係悲觀，呢個係一個咧現實。好啦，至於中國市場嘅基本面，呢個好多人唔會提，但係我哋喺國外睇到好多，亦都將中國嘅發展同外國嘅發展係一個比較。嗱，雖然中國嘅樓市而家都仲係躺平，國民儲蓄率已經由30%就升到去50%，個個變咗守財奴，內需仲係要嘆慢板。但係咧，中國嘅出口咧首次突破萬億美軍大關。嗱，加埋電動車同埋機械人產業咁犀利，人形機械人、機械狗呢啲未來科技，有人話人形機械人係玩嘅啫，其實唔係啊！人形機械人係將來喺個養老同埋係叫做係 home care 係好大嘅幫助嘅。我哋呢啲都係等緊遲啲咧揾個機械人嚟幫手，都唔知幾好，係咪？所以同埋咧，中國機械人咧係真基本咧係相當抵玩，所以呢個係響未來嘅叫做係養老嘅市場，係屋企嘅市場咧，啲人形機械人係好用，同埋其實人形機械人係工廠亦都好有用嘅，所以呢啲嘢就唔講得笑。另外，關於機械狗呢啲嘢，機械狗咧呢個係作為一個武器咧，係相當有用嘅，又平又有用，係好多國家都需要用到。咩國家啊？歐洲啦、南美啦、非洲啦，所有國家都需要用。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哋嘅軍力基本係唔夠美國，但係佢哋而家驚美國踩入嚟，用咩方法啊？整幾百個、幾千個機械狗啦，同埋係無人機啦，咁咪搞掂咯。呢啲即係呢個同埋咧係好快就可以做到，所以呢啲嘅出口嘅潛力係好大嘅。即係唔好講話中國嘅5代機啊啲咁樣啦嚇。好啦，繼續講啦。中國啊，佢做到技術高、成本平、售價靚。遲啲全球工廠安老院同埋屋企都會見到呢啲咁嘅科技嘅影蹤。再加埋中亞、俄羅斯、南美、非洲同埋歐洲呢批新興嘅市場，中國出口睇嚟可以繼續坐火箭。嗱，如果講開又講，你話加拿大啊、歐洲嗰啲係國家而家走去中國傾偈，除咗係講做生意嘅説話。我覺得佢哋仲會靜靜雞傾緊，有乜嘢幫我可以做保護我哋自己國家，因為美國隨時踩過嚟，尤其是喺加拿大嗰啲，美國隨時就係踩過嚟㗎啦。同埋咧，基本加拿大咧，佢都已經咧係做緊軍演，就話驚美國隨時踩過嚟。佢哋軍演係用乜嘢？佢哋話係用游擊戰、伏擊戰，再加埋無人機，所以呢個就係完全就係中國嗰一套游擊戰、伏擊戰，你知㗎啦，係共產黨啊。好啦，繼續講啊。不過咧，全世界而家都望住美股，都係手騰嘅腳震，驚 AI 泡沫一爆咧，拖翻美國，就帶冧全球嘅市場。呢個真係好睇過荷里活大片，因為呢個無論你中國嗰個基本嘅經濟係點好，但係如果你話美國股市冧咧，中國香港係一齊冧，冇得傾嘅，係慣咗嘅。好啦，講到美國嘅經濟咧，最新報告話96% 嘅進口關稅其實係美國消費者同進口商硬食嘅，搞到咧通脹未算高。咁其實咧，阿譚生咧。有人問佢：你認為而家美國通脹而家係咪唔係問題啊？而家譚生佢就話：而家全世界嘅通脹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啊！佢話全世界佢冇係答美國嚇。好啦，雖然特朗普最近對幾百項嘅民生嘅貨品都終於即刻跪低，
要係減咗嗰個消費稅，但係工業界仍然咧係俾關稅咧係玩殘嘅。佢中意就話加，中意又話加，呢個係根本就係工業界咧係完全可以做唔到嘅，係計劃唔到嘅。好啦，最搞笑就係佢老人家居然咧話要接管格陵蘭同埋加拿大，仲話要攞埋墨西哥、古巴呢啲咁嘅地方，搞到咧嗰啲緊密嘅供應鏈伙伴啊，好似加拿大、墨西哥嗰啲咁樣咧，雞飛狗走。咁啊，加拿大同歐洲嘅咧已經急腳去訪華，重建貿易關係，好似佢講仲傾埋啊嗰啲嘅國防嘅關係。好啦，美國嘅供應鏈啊，而家咧亂過亂撞江，長遠咧就肯定拖累經濟，分分鐘咧就直插係衰退。咁啊，你係至於講話製造業回流美國呢個偉大嘅夢想，好彩嘅話睇怕至少等5年至10年先有影啦。而家你要發下夢好啦。好啦。講起黃金嘅未來走勢啊，黃金一向都係避險嘅神器。你睇中國、俄羅斯同埋各國嘅央行，仲有一班驚緊市場爆炸同埋打仗嘅投資者，個個都狂掃黃金。今次金價升得咁犀利，其實咧反映全世界咧又驚3樣嘢。一係美國同以色列嘅伊朗、俄羅斯、中國嘅風險；第二係美國經濟可能冧檔；三係美金係撲直。好笑嘅咧就係喺咁多呢啲咁樣嘅嘢之下咧，美股居然就咁硬淨，呢種簡直就係咧崩潰前嘅盲目樂觀啊！仲有班人玩緊係 taco 交易，即係特朗普永遠都係縮沙嘅交易，佢噏就哇即刻買，佢嘅過幾日就知道佢會縮沙嘅咧，就即刻放咁樣嘅嘢。好啦，美國公眾同埋投資者點解會咁天真呢？嗱，全賴美國媒體係 filter 咗好多係唔好聽嘅真相，報導永遠都係偏向美國，就踩中國，搞到大家都睇唔清全局。唔好講係美國，有好多我相信香港嘅報導都係嘅。好啦，有人話特朗普係俄羅斯植入白宮嘅資產。咁如果佢咁講嘅話，你可以話係習近平啊，或者係北韓啊植入白宮嘅資產啦，係咪？因為特朗普咁崇拜，除咗崇拜俄羅斯啊，布丁就好崇拜係習近平啊，好崇拜北韓嗰個嚇。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特朗普咧，佢只係一個純粹嘅生意人。我觀察到佢所有嘅做嘅嘢，都係得到呢個嘅結論，係可以解釋晒佢所有做嗰啲嘢。佢係一個純粹嘅生意人，人生嘅目標只有係揾着數，同埋其他所有嘢都係工具。佢第二屆入嚟做係美國總統，其實都係就係要揾着數。呢啲全部都係工具。佢嗰句話 Mega 讓美次再次偉大，根本就係大話，係呃人嘅。佢幾時有你講美國嘅民生？你淨係睇佢講嗰啲係tariff， 已經就係完全係唔理美國人民生。佢從來冇考慮過美國民生嘅。好啦，佢就係想搞亂全世界，搞亂美國自己，等自己可以趁混亂就撈油水。佢嘅終極目標呢個就係佢其實可能就係想做終身嘅戰時總統。搞亂咗美國之後，亂唔亂佢都會宣布戒嚴，甚至咧分裂美國，自立為王。其實佢一早都有咁諗噶啦。國名可能直接叫做特朗普帝國。嗱，呢個唔係講笑，直情係會發生。嗱，講開美國穩定幣，根本就係一個借債養國嘅巨型計劃。借錢咧本來係冇問題嘅。問題係嗰啲錢係用嚟打仗同埋傷害無辜咧，而唔係改善民生咧，呢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啦。嗱，穩定幣風險多到數唔晒。第一，佢有管治嘅風險。嗱，發行嘅機構咧唔使好似銀行咁接受
官方嘅正式嘅年審，唔使去做 audit，佢淨係咧自己公佈或者叫做係 make declaration 就得㗎啦。除咗呢個咧，就係有交易嘅對手 counterparty 風險。你投資嘅，如果你直接投資係美國國債，你直接係對美國嘅，你突然間多咗一層，你咪有個 counterparty 風險咯。甚至有行政失誤，甚至詐騙嘅風險。佢可能就喺度出嚟，對唔住啊，呢個，哎呀搞錯咗，我原來係冇咁多嘢喺度嘅。我冇呢樣嘅，冇又搞對唔住啊，暫時好似有問題喎，我唔俾你贖得住。呢個完全係又可以嘅，呢啲係一個基本佢講佢對唔住喎，搞錯咗咁就得㗎啦。佢哋好啦，仲有佢所持嘅資產嘅風險，仲會比呢啲所有多咗一層嘅嘢就放大咗。好啦，最恐怖嘅就係呢一個咁嘅機制咧，其實係可以我哋洗黑錢大開綠燈，因為啲交易咧係完全冇網管嘅。所以你話中國突然間佢話叫停係穩定幣，究竟係因為係咩咧？係咪可能佢發現到原來呢個洗錢嘅係唔得喎，係冇網管，根本係控制唔到喎，呢啲咁樣嘅咧？呢個係冇人知嚇。好啦，講翻係黃金啊，黃金做咗幾千年嘅避險大佬，同人民幣強唔強係完全冇關係。中國根本係冇諗過要令人民幣係變成世界嘅儲備貨幣，因為咁樣做咧，佢要瘋狂去印銀紙同埋開放金融體系，隨時會搞亂自己當生意。去美元化其實真正嘅意義唔係要完全放棄美元，唔係完全要替代美元，而係俾各國可以自由用其他嘅貨幣去交易，包括自己嘅本地嘅貨幣，唔使再俾美元嘅 SWIFT 嘅系統嚟威脅，唔使話一唔聽話就俾美國制裁到，唔可以用美元，唔可以進出口，就冇飯食，病都冇藥去醫呢個咁樣。去美元化嘅目的咧，係打破美元嘅霸權，唔係揾另一種嘅貨幣嚟做新嘅霸權。所以中國係完全係可以按照自己嘅節奏慢慢嚟，唔使急住印幾萬億嘅人民幣出嚟。其實極有可能會出現一種係金磚國家貨幣，用一籃子嘅貴金屬、黃金啊、白銀啊、銅嚟做支撐，呢個更加有可能。同時你咪用係自己本地貨幣啦，其實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啦嘛，用本地貨幣，人哋唔信嘅貨幣，你咪用另外一種咯。你中意你可以用美金噶，如果唔係你咪用金磚貨幣，用人民幣咯。同埋人民幣咧，因為其實咧係而家國外咧係冇咁多去機會咧，可以能夠投資到或者買到人民幣嘅係債券啊之類咁樣，所以咧係。人民幣唔會係成為一個國際嘅儲備嘅貨幣嚟嘅，中國亦都唔想。好啦，講下嗰個中國嘅 GDP 啊，一個國家嘅國力咧，唔係由一個 GDP 嘅數字嚟代表㗎。嗱，雖然中國嘅購買力嘅平價 PPP 早就跑贏美國幾條街，但係以名義嘅 GDP 嚟計，仍然係唔過美國。不過講真，中國嘅 GDP 含水量係好多，佢哋全部都係靠實體經濟撐場，製造業同埋內需紮實抌落有聲。美國 GDP 就係虛火啲嘢啦，靠服務業同埋金融業吹大個波。中國從來冇話要同美國鬥 GDP 數字，因為呢啲數字根本係唔等於國家實力。其實真正嘅實力係咩呢？係你發現全球各個國家嘅日用必需品啊，到稀土嘅資源啊，大部分都係要靠中國供應，冇咗咧就連飯都開唔到。仲有中國嘅國防能力，而家已經夠晒能力去保護自己嘅國土同埋保護人民，唔使驚外來入侵。呢個就係國力。美國雖然話 GDP 咁勁咁高，其實佢最大問題就係富者越富，窮者越窮。有錢佬身家暴漲，但係普通百姓咧，人工30年都冇加，
關稅而家推高通脹，仲要唔敢講添。AI 取代職位，搞到無家可歸嘅越嚟越多。普通人你有生意突然間炒咗之後，你再病一病呢，claim 唔到錢呢，你就瞓街。所以呢個係好多瞓街呢，平均只有5年命。好啦，反觀中國民生呢幾年真係升呢，生活成本降低，有人叫呢啲叫做 deflation， 但係佢呢個係而家生活成本係降低，但係質量呢係提升，老百姓生活明顯改善。所以話數字遊戲同真實嘅福祉根本就係兩回事。好啦，你講起點解中國要備戰呢？你話哇，中國瘋狂備戰呢個嗱，美國去搞軍備呢個就完全冇問題啊，對於一啲人。但係中國去備戰搞軍備咧，呢個係罪惡嚟嘅，想俾啲人。好啦，你睇下點解咯？你睇下美國嘅航空母艦成日喺南海同埋中國沿海遊船河咁樣，仲要喺中國周圍起咗超過40個軍事基地，擺明係踩上心口，隨時係喐嚟。再加上中國而家係挑戰緊美元嘅霸權，美國梗係唔妥中國啦，只不過係而家佢哋開唔到聲啫嘛，因為中國已經又有自己嘅航母艦，有自己嘅飛機、自己嘅飛彈，所以咧中國咧係隨時會係俾美國嘅軍事嘅介入嘅。其實好啦，如果你話美國會唔會突然間話要炸中國，要逼中國簽喪權條約咧？呢啲係完全有可能，因為基本佢就有航母艦喺度。如果你中國冇能力嘅説話，佢就係會咁同你講，我話因為你嘅人權，我因為你新疆嘅人權問題，其實新疆係冇人權問題㗎。我因為你新疆嘅人權問題，我而家我要炸你，嗱你而家同我哋簽啦。而家基本佢同伊朗都係咁啫嘛。嗱，我而家我2架航母艦喺你嗰度，你而家同我簽下傾合約啦，你又唔俾要有係唔俾要核武，又要唔俾呢樣唔俾嗰樣嘅説話，連個飛彈你都唔俾飛到咁遠嘅嗰啲咁樣嘅，呢個就係喪權嘅條約。咁嗱，如果咁樣情況之下，中國點可以唔準備打仗呢？好啦，你話中國點解會？哇！你而家你做晒過晒龍喎，不停又或者咁多新嘢出，咁多新武器，呢個你係咪真係叫做係過量去備戰啊？嗱，其實咁樣，中國有咁多聰明嘅工程師同埋頂尖嘅科技，你要睇翻中國嗰啲 quantum computer，佢嘅叫做超級電腦，其實已經係超過係美國好多嘅。點解而家世界上嘅嗰科技發展得咁快呢？喺過去嘅100年、幾廿年，冇100年啊，幾十年發展咁快呢？其實只係因為有電腦嘅幫助。而家中國嗰個 quantum computer 嗰個叫量子電腦同埋嗰個超級電腦，仲有中國呢有咩勁呢？就最勁佢哋嗰個叫做係 wind tunnel 啊，嗰個叫做嗰個叫風洞嘅測試啊。係高過美國幾條街嘅 ，OK， 所以咧，如果你話我哋中國有咁樣嘅條件，有咁多好嘅工程師，同埋亦都我哋嘅中國嘅軍事嘅發展啊嘅，唔係好似美國咁，佢 outsource 出嚟俾一間嗰啲咁樣嘅係叫公司啊，個1、2間公司俾佢哋做晒。我哋中國係有自己嘅科技嘅人才，有自己嘅係武器嘅研發嘅機構，所以咧就會自然會不斷嘅研發出好多新嘅防禦裝備，係咪呢個你停唔到佢哋嘅？好啦，例如中國已經有2款嘅5代戰機啦，佢有2個嘅係研究戰機嘅機構，有2款嘅第6代嘅戰機，而美國咧淨係得一款 F-35。貴到飛起，但係成日故障，仲有意外頻生，仲有啊，邊個係2戰後發動最多戰爭嘅國家呢？咪就係美國咯。其實中國依家係全世界最值錢嘅國家。中國有產業，你睇下嗰啲，你睇嗰啲高鐵嗰個網絡已經值錢啦。睇下佢嗰啲嘅係公路
橋梁嘅網絡，嗰啲全部值錢。如果你將佢所有呢啲咁嘅產業，將佢叫做係 commercialize，全部要收費，唔知收幾多錢。但係中國人就慘啦。好啦，中國有產業、有基建、有人才、有儲備、有資源。中國不停係有發現有新資源嘅，有科技。呢啲全部所有嘢都係值錢嘅。你話點解美國見到唔會流口水呢？一定會流口水。如果有機會嘅呢，佢就係能夠將你中國殖民。其實西方國家同埋日本一向嘅希望就係殖民中國，咁佢就發達啦。而家更加如果殖民到就梗係殖民啦，係咪？你控制晒你所有嘅基建又好、資源又好、啲人所有嘢，所以你話中國點解唔要備戰呢？所以呢個唔怪得中國嘅，呢個係一個好高明嘅選擇。同埋如果中國冇過呢一個嘅係防備防禦嘅能力，同埋冇呢個能力去幫其他嘅國家呢，其他嘅國家呢就係會好容易就俾美國去霸凌㗎啦。譬如係巴西，因為其實我睇過一個係美國嘅一個係視頻。係兩個美國佬，係一個就係嗰啲咁樣嘅財務顧問啊，訪問另外一個。咁啊，一個問點解你哋可以中意打其他國家就打其他國家嘅？譬如巴西咁樣呢啲，我話要打你，我話要唔俾你啲嘢出，又唔俾你出嘅咧。咁啊，嗰個另外一個鬼就話係啊，因為我哋可以做到嘛 ，we can do it。即係話喺學校嗰度，我見到唔妥你，我就打你幾錘。點解啊？因為我可以做到嘛。呢個就係咁樣啦。中國如果冇能力幫到其他國家呢，其他國家呢就會俾美國係嗰個霸凌，霸凌呢就影響全球，亦都影響中國嘅對中國嘅係資源嘅供應。所以呢，中國係一定要有係嗰個防禦嘅能力，仲要能夠將呢個能力呢叫做去放到去全世界呢個就一定要。所以中國係一定要發展係核子嘅航空母艦。呢個唔係話係，因為中國不嬲都冇講話我要係管理全世界，佢冇話要。但係咧，佢一定要咧個控制全世界嘅風險。中國不嬲佢哋講嘅話我要係全世界要係和睦嘅相處呢個人類嘅命運共同體。好啦，其實咧，所以話如果要和平，就要準備好打仗。呢句咧係完全冇錯啦。好啦，今日講得太多啦，咁就多謝各位。如果你哋係唔同意嘅，隨時喺下邊留言同意嘅，請你點讚、分享或者係一定要係訂閱，就多謝你哋。係咁先，拜拜。